本影片絕非廣告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 Purple Apple Land 留港消費系列自助晚餐。今集內容，我哋響2026年4月嗰陣，去咗北角海逸酒店嘅鹿兒咖啡廳食自助晚餐。去影片，餐廳位置，港鐵鰂魚涌站 C 出口。一出嚟就望到北角海逸酒店，行幾分鐘即到。餐廳響2樓，鹿兒咖啡廳。我哋幫襯當日係復活節假期，餐廳佈置咗復活節裝飾。自助晚餐用餐時間下午6點30分至晚上10點。我哋早咗到，周圍影下先。入去啦。餐廳環境，我哋坐呢張台，出去睇下有咩嘢食先。蕎麥麵、凍蝦、凍蜆、松葉蟹腳、煎堆、十字包、燒秋刀魚、蛋散、豬腳薑、石頭飯、日式蟹鍋、白酒燴青口、韓式炒粉絲、韓式炒年糕、水煮牛肉、壽喜燒、辣酒煮花螺、菠菜芝士忌廉焗蠔、碧綠炒蝦球、清酒煮蜆、粵式牛油雞翼、香煎鴨肝伴多士、韓式炸雞、玉子燒、三文魚、吞拿魚、臘魚、八爪魚、各式壽司、胡麻豆腐、韓式飯團、牛舌漬、香醋蓮藕、牛油果吞拿魚沙律、泰式牛肉沙律、中華沙律、吞拿魚沙律、野菌藜麥沙律、三文魚沙律、松葉蟹腳沙律、海撒水菜沙律、柚子番茄沙律、各式凍肉、雜錦芝士、羽衣甘藍、海撒沙律、蘑菇忌廉湯、三文魚面試湯、粉絲蝦煲、鮑魚炆鵝掌、天婦羅、章魚小丸子、韓式燒肉、大阪燒、即時烹調櫃位、和牛拉麵、燒牛肉、燒羊架、甜品櫃、西瓜、菠蘿、哈密瓜、日式三色團子、抹茶巴斯黑椒香芝士蛋糕、
士多啤梨大福、青提子啫喱、水信圓餅、朱古力蛋糕、朱古力慕斯、紐約芝士餅、日式雞蛋布丁、芒果布甸、瑞士卷、抹茶紅豆湯丸子、紅豆銅鑼燒、韓式冬甩、日式蜜瓜吉士包、千層蛋撻、M 字頭雪糕，有多款口味，仲有雪糕糯米糍、無限暢飲汽水、氣泡酒、精選紅白餐酒、啤酒、檸檬、熱水、熱茶、咖啡機、罐裝汽水、橙汁、凍檸檬茶、紅酒、白酒，睇晒食物啦，去攞嘢食先，拎咗餐飲先。開餐啦！我哋樣樣都拎啲，好食嘅話會再拎。上機食先，凍海鮮都唔錯。拎咗啲刺身，三文魚刺身夠新鮮肥美，我哋都拎咗幾次食。壽司都唔錯，燒秋刀魚。冇腥味，外焦內嫩，菠菜芝士忌廉焗蠔，醬汁香濃，鮑魚炆鵝掌，鮑魚咬得開，鵝掌同冬菇炆得夠腍夠入味，章魚小丸子，韓式燒肉，天婦羅，熱辣辣，香煎鴨肝伴多士，外皮微微焦香，內裏軟嫩香滑，鴨香味濃。蛋散，香脆可口，豬腳薑，夠腍。韓式炒年糕似韓式部隊鍋咁，底層有公仔麵，都幾辣。韓式炒粉絲，口感煙韌爽口，香濃惹味。燒羊架都唔錯。粵式牛油雞翼。炸到好香口，食到有牛油味。和牛拉麵，濃厚豚骨湯底，啲和牛肉質細嫩，牛肉味道濃郁。拎多碗拉麵。清酒煮蜆，保留咗蜆嘅鮮甜，有清酒香氣。三文魚面試湯，鮮美濃郁。蘑菇忌廉湯。香濃蘑菇味道，綿滑質感。凡惠顧自助晚餐，每位客人獲贈和牛火鍋一客。和牛肉質細嫩，入口即溶，牛肉味道濃郁。日式三色團子，甜而不膩，淡淡甜味，軟香彈牙口感。抹茶紅豆湯丸子，濃郁抹茶香，甜甜紅豆，丸子煙韌。千層蛋撻，外皮酥脆，蛋漿滑嫩。
朱古力蛋糕、濃郁朱古力、瑞士卷、吉士醬幼滑，味道香甜；紐約芝士餅，濃郁芝士味，口感滑順；抹茶巴斯黑椒香芝士蛋糕，綿密幼滑；M 字頭雪糕，雪糕糯米糍，食到飽飽，食物大致上都算唔錯。價錢方面，我哋響2026年3月嗰陣買咗 K 字頭網站嘅，低至55折，自助晚餐2位起。呢個係2026年4月嗰時嘅價錢。多謝收看，鍾意呢條片嘅話就記住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，亦可以追蹤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